台南市以艺文立岛，台南市文化局为105年开始，将台南出品的艺术家找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，伫今年进入第8届。台南是一个文化古都，而这个古都其实艺术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内涵跟元素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台南市众多的这些杰出的艺术家，能够透过艺术的方式，让大家重新去认识台南。这次邀请到出身白河的林文月，以及来自大南的杨惠华两位艺术家，因伫咧水墨以及陶艺方面拢非常有名，而且各有特色。一个将作品融入白河联会花样联想特色，另外一个将对艺术的热情放入去作品当中。我看到这2位艺术家，我觉得非常的可以说是绝配啊！今天就把它送作堆了啊！那么所谓的绝配啊，他们同时做水墨之外，同时又做这个陶作啊，而这2个当中就各自展现不同的一种生命的一种风格以及作品的倾向。伫开幕之天，台南市长恩伟特特别出席，伊表示希望借着展览，让全国看到台南艺文的软实力，同时也一直学乐这次艺术家的作品。不管是水墨，不管是陶艺，他们是没有违和感的。当然，它是2个不同的领域，能够让2位老师从这2个不同的领域里面，找到结合的地方，找到合起来的地方，能够找到让许多观看的人觉得说，在这个水墨中间，以及在这个陶艺作品中间，好像找到一些连接，这是2位老师的功力。展览为今仔日开始，伫台南文化中心展出到4月底，6月到7月也将前往台北以及台中做展出，欢迎民众前往欣赏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